很解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很解哦，恁拢会晓讲嘛吼？很解很解我感觉就是简单，就是拍歹气氛的人嘛。哦，是不是很解？拍歹气氛就是拍歹气氛啊！大家当咧欢喜的时候，嘿啊伊讲气氛拍歹了了。对，哦安尼恁拢会了解吼，拍歹气氛的人哦。是。好，来换你哦。啊，我讲的是吼，较简单两个字，百姓。百姓，因为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，意思兴处处来啦。啊，因为你安尼，我规个兴处处拢败去，败兴。因为阮老爸拢讲一个，哦，恁爸拢讲这两字，百姓，百姓。哦，厉害哦，是赞哦。哦。我是听人讲拍歹气氛较侪，啊，百姓是较。跟他有句派去尴尬，哎呦，气派，百姓啊，百姓啊，哎呀，那是华语中文较早啊，较侪人讲百姓离归嘛，对，对吧？啊，台语应该较少吼，较少啊，较直接安尼。譬如讲，恁爸爸咧讲，可能就较老一辈咧讲，啊，咱这个很解是较少年的咧讲，所以讲起来可能因会感觉讲，虽然迄个百姓是种雅的词，啊，毋过因可能感觉拍歹气氛，讲起来较简单，学起来较简单。